是和信仰有关系。苗栗县德南镇一个姓林的查甫要结婚娶某，人讲娶一个好某看也做作，伊毋是驶进口的轿车要来娶某，是跟驸马金宝夫人新轿来到餐厅。原来这对新郎新娘是咧公庙活动熟悉，双方拢认为讲是驸马赐婚，两个人才会请神明来见证终身大事。新郎甲伴郎扛新轿，对锣鼓声一步一步来往这个婚礼现场甲行去。这个约2公里的路程，参加的亲戚朋友拢真欢喜，因拢袂感觉忝。颠倒是互会场的宾客甲这个餐厅的业者拢惊一下，头一摆看到讲人结婚，搁甲新轿甲新明直接甲请来参加婚礼。夫人去冥冥中保佑，让我奶奶的身体能够平安顺利，那我才可以如期的完成这个婚宴的。原来这个新郎的阿嬷伫咧1年外前定定破病，嘛定定去大院。新郎为着要祈求这个阿嬷身体康健，过来参加驸马金宝夫人的轿班，下愿要来扛轿祈福，嘛伫咧这个过程内底来熟悉到新娘。因两个人嘛因为这个姻缘的牵绊来得到神明的庇佑，所以就决定讲要伫咧婚礼时阵，甲金宝夫人的新相，甲请来到现场证婚。无论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都会紧紧地牵着彼此的双手。我爱你。新郎讲，因为头起生的时阵，阿嬷的身体状况无偌稳定，因两个人的婚期就安尼一直无法度决定，一直到尾也有来请示这个金宝夫人，刷到阿嬷的这个身体就有较稳定，家己的事业嘛真发展，安尼互因感觉真灵性，阁真感恩，所以才会和新娘共同来决定讲要甲金宝夫人甲请来做伙分享因的快乐，来替因的终身大事做一个见证。记者综合报道。